好，弟兄姊妹平安啊！歡迎大家嚟到週六嘅 LCC 晚崇啊！咁啊，今日風雨飄搖啦，咁不過都無助我哋一齊聚集，一齊去敬拜嘅。請大家起立聽我讀出今日嘅宣召經文，係出自詩篇嘅63篇1節。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尋求你，在乾旱疲乏無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當我哋嚟到神嘅座前嘅時候，由我哋先去預備我哋嘅心啦。弟兄姊妹，我哋都有一片刻眯埋眼安靜嘅時間啦。知你咧預備好去敬拜我哋嘅神未？我覺得咧喺生命嘅裏邊有好多嘅嘢阻礙我哋去專心去仰望神，甚至咧當我哋行入教會、行入禮堂嘅裏面嘅時候，可能我哋嘅心都仲係諗緊其他嘢。邀請你啊，你都為你嘅心去禱告，求神預備你嘅心去敬拜佢啊！我哋今日同聚喺呢一度，係因為主嘅恩典覆庇我哋，係因為主嘅救贖使我哋成為新造嘅人。你繼續去為自己去禱告，你同神講：神啊，我真係好需要你，因為係你嘅恩典覆庇我。神啊，我好需要你。因為係你嘅救贖去釋放我，你咁樣去為自己嘅心去禱告啊，同神講你好需要佢。神啊，喺呢一個風雨交加嘅日子，我哋嚟到你嘅座前去敬拜你。但神啊，風雨交加嘅唔單止係出邊嘅天氣，或許喺我哋嘅生命嘅裏邊，都有好多嘅風雨，一路去籠罩住我哋，一路去阻礙住我哋，好難去敬拜你，好難去活出你想我哋活出嘅心意。主啊，我哋今日嚟到你嘅座壇前，我哋好想經歷你嘅恩典，經歷你嘅更新。神啊，求你賜我哋一個渴慕嘅心嚟去敬拜你。我哋一齊唱。看入這地，渴望見你，我在這地，再被覺醒，誠然得，全然得，一心等你，渴望這刻可見你，進入這地。這地，盼望見你，我在這地，再被覺醒，誠然得，全然得，一心等你，渴望這刻可見你，全心全意來
專一親你，全意全性來盡力愛你，全數耶穌，盼你再加我力，全然的誠然的愛你。神啊，願你嘅靈就喺呢一個會場裏邊去運行，幫助我哋每一個全心全意嘅嚟去專一親你，全意全性嘅咁樣去盡力愛你。神啊，喺我哋嘅生命嘅裏邊，成日都有好多嘅嘢難咗我哋去親近你。神啊，我哋嚟敬拜你係因為我哋需要你。主啊，願你嘅恩典覆蓋我哋，更新我哋每一個人嘅心。讓我哋一齊唱。進入這地，盼望見你，我在這地再被覺醒，誠然等，全然等，一心等你，渴望這刻可見你。進入這地，盼望見你，我在這地盼罪沒清。耶穌來觸我潔淨，靈愛釋放，讓我能再開聲讚美。進入這地，渴望見你，我在這地盼罪沒清。耶穌來觸我潔淨，靈愛釋放，讓我能再開聲讚美。進入這地，渴望見你，我在這地盼罪沒清。耶穌來觸我潔淨，靈愛釋放，讓我能再開聲讚美。耶穌，耶穌來觸我潔淨，靈愛釋放，讓我能再開聲讚美。讓我哋再一次呼求耶穌。耶穌來觸我潔淨，靈愛釋放，讓我能再開聲讚美。全心全心全意來專一親你，全意全性來盡力愛你。耶穌耶穌，盼你再加我力，全然的誠然的愛你。全心全心全意來專一親你，全意全性來盡力愛你。耶穌耶穌，盼你再加我力，全然的誠然的愛你。進入這地，盼望見你，我在這地盼罪沒清。耶穌來觸我潔淨，靈愛釋放，讓我能再開聲讚美。耶穌來觸我潔淨，靈愛釋放，讓我能再開聲讚美。全心全心全意來專一親你，全意全性
盡力愛你。耶穌，耶穌，盼你再加我力，全然的、誠然的愛你，全心全意來專一真理，全意全性來盡力愛你。耶穌，耶穌，盼你再加我力，全然的、誠然的愛你。我哋再一次呼求，全心全意來專一真理，全意全性來盡力愛你。耶穌，耶穌，盼你再加我力，全然的、誠然的愛你。詩篇103篇8至10節，耶和華有憐憫，有恩惠，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慈愛。他不長久責備，也不永遠懷怒。他沒有按我們的罪待我們，也沒有照我們的罪孽報應我們。將我隱藏，一剎雖有風浪，此際安穩主翅膀，無期好帶你愛心光，黑暗此際張狂，仿似不見希望，從前雖覺孤單感渺茫，但巨浪亦有你抵擋，讓我安息於你的所裏，暴雨中不驚怕，無懼風吹，是你的恩典覆蓋，是你不知息的厚愛，如深海，是你的恩手拖帶，來讓我敞開心扉讚美。多謝主嘅愛常與我哋同在，讓我哋嘅生命可以依靠佢，讓我哋一同去敬拜佢。主你將我隱藏，一剎雖有風浪，此際安穩主翅膀，和其好帶你愛心光。黑暗此際張狂，仿似不見希望，這個孤單感渺茫，但巨浪亦有你抵擋，讓我安息於你的居所裏，暴雨中不驚怕，無懼風吹，是你的恩典覆蓋，是你不知息的厚愛，如深海，是你的恩手拖帶，來讓我敞開心扉讚美，從不息。多謝主喺我哋還作罪人嘅時候，去愛我哋每一個，讓我哋再堅定嘅咁去敬拜佢啊！得以失意交纏，風雨一再出現，原來主已經改寫我們，從前舊事你愛彰顯，讓我安息於你的居所裏，暴雨中不驚怕，無懼風吹，是你的恩典覆
我敞開心扉讚美，從不息。是你的恩典覆蓋，是你不知息的厚愛，如深海。是你的一手拖帶，來讓我敞開心扉讚美，從不息。你已知道這世間生與死，更已知我所有的悲與喜。主必掌管，誰也顧惜。你困境裏牽我手，牽我走，途經風浪必是人，必看守，全靠你的恩手。有你已經很足夠，你已知道這世間生與死，更已知我所有的悲與喜。主必掌管，誰也顧惜。你困境裏牽我手，牽我走，途經風浪必是人，必看守，全靠你的恩手。有你已經很足夠，是你的恩典覆蓋，是你不知息的厚愛，如深海。是你的恩手拖帶，來讓我敞開心扉讚美，從不息。是你的恩典覆蓋，是你不知息的厚愛，如深海。是你的恩手拖帶，來讓我敞開心扉讚美。主啊，你誠然係我哋嘅主，就好似歌詞咁樣，讓我哋安息喺你嘅居所入面。風雨中不驚怕，無懼風吹。願我哋口所唱嘅敬拜成為由衷嘅禱告。主啊，願我哋向你嘅敬拜唔係淨止喺嘴唇嘅祭，更係蒙你嘅道修正，生命成為活祭，為你所用。主啊，願你預備我哋嘅心，叫我哋聽準你借牧師嘅口，佢所傳達嘅信息，要對我哋講嘅說話。主啊，係你嘅恩典覆蓋，係你唔止息嘅厚愛，值得我哋咁樣去回應。以上祈禱奉主名求，阿門。跟住落嚟係讀經嘅時間。今日嘅經文係出自創世記28章10到17節，請聽我讀出。第10節，雅各出了別是巴，向哈蘭走去，到了一個地方，因為太陽落了，就在那裏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塊石頭枕在頭下，在那裏躺臥睡了。夢見一個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頭頂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說：我是耶和華，你祖亞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將你現在所躺臥之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你的後裔必像地上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我也與你同在，你無論往哪裏去，我必保佑你，領你歸回這地，總不離棄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應許的。雅各睡醒了，說：耶和華真的在這裏，我竟不知道，就懼怕說：這地方何等可畏！這不是別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門。
今日嘅講題係不懈的恩典系列第4講，曠野中的恩典。請葉牧師。各位弟兄姊妹，你好，大家平安啊！特別喺呢個嘅打風季節裏邊咧，我哋好需要主嗰種嘅保守引領啊！讓我哋開始時咧，我哋一齊有個禱告啊！賜俾父，我哋多謝你，你喺我哋生命裏邊咧，會有一啲嘅時間，讓我哋經歷嘅係我哋嘅預計唔到嘅嘢。主，你都喺我哋今日呢一個嘅信息裏邊，你引領我哋。俾我哋睇到上帝你嘅恩典係幾咁嘅廣闊高深。願你保守我哋以下時間，將整個嘅講道嘅時間交上。願你嘅聖靈與我哋同在，保守帶領我哋能夠明白你嘅真理。祈禱交託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門。今日題目係曠野中嘅恩典。唔知大家有冇喺你嘅人生裏邊咧，會經歷一啲嘅日子？本來咧你好有滿懷希望，好開心，好期待，一下子突然間咧有啲預想不到嘅事情發生咧，就令你咧由滿滿嘅擁有咧變到好似一無所有，一下子咧好似跌入去一個嘅低谷嘅裏邊。想同大家分享一件嘅事情，一件事情就係都幾耐下噶啦。我記得咧，我準備搭飛機咧翻去多倫多探屋企人，執好晒嘢啦，咁準備咧就去到 counter 度咧就去俾嗰個嘅職員去做 check in 咁樣樣。辦理嗰個登機手續嘅時候，地勤咧就接咗我呢個嘅passport 啦，一啲嘅資料啦，咁睇一睇，跟住咧佢就同我講句説話：先生，唔好意思，你嘅護照咧仲有唔到6個月就過期啦。你有冇其他文件啊？如果冇，根據我哋嘅規定咧，你今日係唔能夠上機。嗰一下咧，我成個人就呆咗啦，亦都咧由滿心期待就變咗跌咗入谷底嗰度，一切嘅嘢好似就冇晒。我諗大家都有唔知大家有冇經歷過呢啲嘢？應該冇係咪啊？你有啊都我希望大家唔好經歷但係的確喺呢啲情況底下，你會突然間有一個好開心、好期待嘅一個嘅處境，突然間去咗另一個嘅情況底下。我想講嘅係人生有時就係會咁樣，係一啲嘢我哋完全預計唔到，一下子咧就會突然間咩都冇晒。喺呢個情況底下咧，通常咧，如果喺聖經裏邊去講咧，話呢啲係叫做曠野，特別係強調咧，你乜都冇就叫做曠野。我哋唔難去理解嘅。我哋記翻，如果我哋熟悉聖經裏邊咧，我哋有見過以色列人啦出埃及40年喺曠野裏邊，亦都咧有以利亞先知當佢係喺羅騰樹下求死嘅時候，佢咩都冇嘢食。都係靠天使去供應佢。另外，我哋好熟悉嘅耶穌基督，佢都喺40日喺曠野裏邊咧去禁食。所以我哋好明白曠野就係一個咁嘅地方。陣間我哋會再講多少少。今日我哋睇呢段嘅經文，創世記嘅28章，呢度咧記載咗一段係關於雅各嘅經歷。佢特別喺伯特利嘅地方裏邊咧，去遇見呢位嘅耶和華上帝。但喺雅各遇見耶和華之先，佢其實係經歷一次突如其來嘅曠野。今日我哋就係透過呢段嘅經文，我哋去諗下，究竟呢個嘅曠野嘅經歷對我哋呢啲跟從上帝嘅人有啲咩嘅提醒？或者我哋先讀一讀第1至9節先啦，我哋一齊讀啊！以撒叫了雅各來，為他祝福，並吩咐他說：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為妻，你起身往巴坦亞蘭去，到你外祖父毗士利的家，從你舅父拉班的女兒中取一位作你的妻子。願全能的神賜福給你，使你生養眾多，成為許多民族。將應許亞伯拉罕的福賜給你和你的後裔，
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為業，就是神賜給亞伯拉罕的地。以撒送雅各走了，雅各就往巴坦亞蘭去，到亞蘭人毗士利的兒子拉班那裏。拉班是利百加的哥哥，利百加是雅各和以掃的母親。以掃見以撒已經為雅各祝福，而且送他往巴坦亞蘭去，在那裏娶妻。並且見以撒祝福雅各的時候，吩咐他說：不要娶迦南的女子為妻。又見雅各聽從父母的話，往巴坦亞蘭去。以掃就看出他父母以撒看迦南女子不順眼，於是他往以實瑪利那裏去，在兩個妻子以外，又娶了瑪哈拉為妻。她是亞伯拉罕兒子以實瑪利的女兒，是尼拜約的妹妹。呢段好就交代咗咧，啱啱係可能上個禮拜大家聽前個禮拜大家聽阿 Fiona 傳道去講關於雅各點樣去騙取咗呢個嘅長子名分，啱啱就發生咗呢一段嘅事情。喺呢個嘅過程裏邊咧，我哋睇到當中咧有3個嘅比較核心啲嘅人物，一個咧就係雅各，一個就係利百加，一個係以掃。喺呢個過程裏邊咧，我會先睇到就係以撒先去祝福雅各，跟住就交代咗佢要去一個地方，就係利百加嘅哥哥拉班嘅地方嗰度。然後做咩咧？就係去娶一個嘅妻子。看似成件事就係咁樣樣，但我哋睇翻喺呢個嘅過程裏邊，其實當中頭先所講嘅雅各、利百加同埋以掃3門咧，其實佢哋各自咧都有自己嘅籌算，有自己嘅諗法。而啲籌算、啲諗法有啲咩嘅後果咧？我哋陣間再睇下。我哋有時睇下，有時就係話有啲情況，我哋會估計係我哋嘅估量或者我哋嘅安排，但係其實呢啲嘅安排可能未必如我哋嘅諗法一樣。所以我哋睇翻頭先嗰3個人，第一雅各。雅各嘅籌算之前講咗係雅各去用心機啦，去騙取呢個長子嘅祝福。咁可能當時佢就諗住佢嘅人生會唔再一樣啦，因為佢有咗爸爸嗰個祝福。你睇翻喺之前嘅時候，我哋成日都見到雅各個名本身係叫咩啊？抓住搲住佢人生前半生咧都係搲住嘅。去到第27章嘅時候，佢就聽佢媽媽嘅吩咐，就趁住父親以撒嘅時候年老眼瞎咧，就扮佢阿哥，然後咧就騙取咗呢個原本係屬於以掃嘅祝福。我諗當時雅各佢嘅心裏面一定係咁諗：終於都攞到長子嘅名分，我終於咧都可以名正言順咧享受或者享有我爸爸豐富嘅產業，人生好唔一樣。但係點樣樣咧？我哋睇到跟住個情況就係嘅，佢祝福啱啱到手，但係哥哥就開始動殺機，所以雅各佢連呢個嘅福都唔係話享受得好多咧，佢一下子就要過一個嘅逃亡嘅命運。而呢個逃亡係非常之倉促嘅，亦都非常之緊急，所以佢放低屋企嘅一切嘢咧，就孤身要去到呢個巴坦亞蘭嘅地方裏邊。佢以為佢捉到呢個長子嘅名分，但係其實佢換嚟嘅係一無所有嘅逃亡路。另外利百加有啲咩嘅籌算呢？佢好錫雅各係咪啊？大家都睇到所以佢會諗方法去幫自己好深愛嘅兒子咧，能夠攞到呢個長子嘅祝福。佢動機可能好簡單嘅啫，佢就係希望雅各得到祝福之後，以後咧呢個咁佢深愛嘅仔就可以嚟照顧佢，以後咧佢就有嗰種嘅保障喺度。但係結果點？但係結果就係呢個計謀令到佢屋企撕裂。以掃要追殺雅各，所以佢就唯有保住雅各嘅命嘅時候咧，就叫佢去到佢個哥哥拉班嗰度。同時佢亦都話俾以撒聽，希望佢因為咁樣情況底下咧，就離開呢個地方，娶一個嘅女子作為呢個妻子，
就以致咧佢唔使去面對以掃嗰兩個外邦人嘅太太，就係咁樣樣。佢諗住係咁避一避風頭，過咗幾年雅各就翻嚟啦，咁咪幾好。但我哋睇翻利百加呢一次送走咗雅各之後，喺聖經裏面冇再去提究竟佢有冇見翻佢嘅兒子。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利百加佢諗住一心讓呢個仔可以得到一個長子名分，而同一時間亦都希望佢能夠保命去到佢哥哥拉班嗰度，但反而嘅係佢可能失去咗呢個最寶貴嘅仔。最後我哋睇以掃，以掃就喺呢場嘅爭奪戰裏邊輸咗啦。去到28章嘅6至9節，呢度好明顯就講到就話以掃睇見父親以撒向呢個仔向呢個細佬去祝福嘅時候，亦都叫佢去到巴坦亞蘭地方裏邊去娶老婆，叮囑佢千祈唔好娶迦南嘅女子。以掃喺嗰個時候先至醒悟一件事情，就係咩呢？原來佢阿爸阿媽一路都唔中意佢娶嗰兩個外邦人嘅太太為妻，所以佢就想做一啲嘢去氹翻或者挽回翻佢父母對佢嗰份嘅愛嘅歡心。所以佢就去咗以實瑪利嗰度娶咗以實瑪利個女成為佢嘅太太。佢可能心裏面諗緊我又娶翻自己嘅親人，亦都係同族嘅一啲嘅女兒，屋企人應該滿意啦。我亦都可以重新咧攞翻爸爸媽媽對我嗰份嘅歡心，或者可以有機會攞翻呢個長子嘅名分。但我睇翻，原來呢啲事情並唔係可以話你如你所願咁去諗法去做到。呢一切嘅舉動到最嬲尾都係徒然無功，因為呢個嘅祝福已經發咗出去，而再唔會可以喺翻以掃嘅身上面。所以我哋睇翻一件事情，就係人有陣時可能會有好多嘅籌算，好多嘅諗法。我唔係話呢定係唔好，但係如果呢啲嘅想法太過即係俾過我哋嘅生命裏邊樣嘢都要計算嘅時候，有陣時我哋就可能會失去咗呢一切。就好似雅各利百加同埋以掃一樣，佢哋會有好多嘅籌算。但有時人算不如天算，去到最尾嘅時候，可能一切都會徹底嘅破滅，而走去另外一個嘅絕處嘅當中。所以當人去走到呢個絕處嘅時候，會發生啲咩事呢？我哋可以從雅各嘅身上面去睇一啲嘅內容。頭先大家已經讀咗噶啦，呢段經文就係喺10節，我就揀咗去到15節嘅啫。呢度講到就係話雅各佢離開咗佢住嘅地方，去咗佢舅父拉班嗰度。而呢個地方大概會係相隔幾百公里度咯，唔算太長。但係佢入咗呢個地方裏邊嘅時候，呢個一個對佢嚟講一個全新嘅領域。過去日子佢可能喺屋企裏邊如果你睇翻經文，佢好少出外。通常出外嗰邊個咧就係以掃，要打獵。要做好多嘢，以掃好似係好心歸喺屋企，所以佢得到媽媽嘅歡心。呢一下佢要離開屋企，要去到呢個嘅逃命嘅旅途上面，呢一切可能都係一個全新對佢嚟講一個新嘅境界。亦都因為咁嘅情況底下，佢進到一個嘅曠野嘅領域裏邊。開始我哋會睇嘅時候，究竟曠野係一個咩地方呢？曠野係一個喺聖經裏面成日都講嘅，就係講到一啲野地沙漠同埋荒山野嶺。有機會咧係有野獸出沒嘅，亦都人煙稀少。所以如果我哋咁睇嘅時候，會去理解一樣嘢，就係呢個曠野係冇水源，冇任何可以作食物植物，亦都冇人居住。所以成個曠野嚟講係一個缺乏維持生命嘅基本需要嘅地方嚟。而雅各當時就係喺呢一個處境裏邊。如果你睇翻段經文嚟講，11節佢話找到個地方，因為嗰度已經日落啦，就喺嗰度過夜。佢就拾起嗰個地方裏面一塊嘅石頭枕在頭上，就喺嗰個地方嗰度瞓着咗。
你要睇翻就係佢好似好慘係咪啊？原本有屋企，而家要瞓曠野，衰啲講要瞓街，冇帶任何嘅裝備，又冇帳幕，又冇剩，用咩嚟做枕頭啊？用一嚿石頭，佢就靠嗰嚿石頭枕住嘅地方，就喺嗰度瞓着咗。有陣時佢就係喺嗰個嘅處境底下，物質上面咩都冇，就係咁樣靠一塊冷冰冰嘅石頭，就係當枕頭咁樣去瞓。除此之外，我諗另外一個好緊要嘅情況就係當時雅各嘅心情係點樣？雅各佢嗰度講到就係話佢頭先講到就係話佢咩都冇啦。可能佢冇咗佢屋企人，冇咗家人嘅時候，淨係得返佢自己，佢會孤單。佢亦都喺曠野裏邊，因着可能有唔同嘅野獸出沒嘅時候，亦都可能有人喺當中去搶掠嘅時候，佢可能會冇命，所以佢會有危險。亦都前路茫茫，就算佢知道呢個地方係拉班佢嘅舅父嘅屋企，但係佢從未見過佢，亦都唔知去到之後會發生啲咩事情。佢會喺當中有好多嘅未知嘅因素喺裏邊，甚至佢而家俾哥哥追殺，佢喺度逃命緊，屋企人都顧佢唔到，所以佢亦都好似一個被遺棄嘅一個人一樣。當時就係雅各喺呢個咩都冇嘅曠野底下，佢就係咁樣去喺呢一個晚上面去瞓覺，而神就喺呢一下裏邊向佢去顯現。點解神會揀呢個時間去向佢顯現呢？唔知大家有冇諗過？喺我神學院裏面，其中一位好好嘅老師叫楊醫，佢對曠野咧有一個好特別嘅睇法。佢話曠野唔係要困住，唔係要懲罰你嘅地方，而係咧神要去轉化同埋重塑你生命嘅一個地方。佢認為人喺曠野裏邊，就係咩都冇，冇得食，冇得飲。你每日都要去當中去倚靠同埋去仰望。我哋睇翻以色列人啦，佢出埃及嘅時候喺曠野裏邊，佢食嘅係咩啊？嗎哪。佢飲嘅水係要經摩西擊打磐石先至有水飲。所以我哋好明白嗰個情況，要仰望，要倚靠。另外，亦都人喺曠野嘅時候，其實可能佢剩翻佢一個人嘅啫。佢唔需要再去面對周圍人對佢一啲嘅目光，相信咧佢都能夠可以好坦誠咁樣咧去面對真實嗰個自己。加上咧喺曠野裏邊咩聲都冇，可能淨係得啲蟋蟀、啲風聲冇人聲，所以佢更加能夠咧可以敏感去聽到上帝對佢嘅説話。所以神就係揀呢一個時機出手，開始同雅各當中嘅對話。頭先我哋讀過啦，第15節嗰度，或者我哋再讀一次啊。看啊，我必與你同在，無論你往哪裏去，我必保佑你，領你歸回這地。我總不撇棄你，直到我實現了對你所說的話。喺上帝裏邊去對佢呢一番嘅説話嘅時候，上帝第一句講唔係話你呢個騙子，你呃咗你阿爸。你而家呢個下場抵你死啊！咁樣，神冇講呢番説話，反而神就係話同佢講祝福佢。之前嘅祝福嘅説話就好似佢對亞伯拉罕、以撒所講嘅一樣。但係去到第15節嘅時候，呢句説話係貼心，同埋咧專係俾雅各去聽。佢話我與你同在，其實就係回應咗佢嗰份嘅孤單。因為佢再冇其他親人喺身邊，但係神話我同你一齊，我必保佑你。回應佢喺呢個嘅夜晚裏邊面對嘅危險，我令你歸回呢個地方。上帝承諾咗佢將來一定會翻去佢嘅父家，而總不離棄你。我諗呢個絕對對雅各一個好緊要嘅一個保證。無論佢遇到啲咩事情底下，神永遠係同佢一齊，唔掉低佢，唔離。
所以人喺呢個絕處嘅時候，人先至會有一個嘅諗法，就會俾上帝喺當中去改變、去重塑。所以曠野唔係一個嘅絕處，反而係上帝建立我哋一個地方。當我哋失去咗，當我哋面對孤單，唯有我哋去學習仰望、坦誠面對翻我自己，去聽翻上帝嘅説話嘅時候，俾我哋去睇翻一件事情，就係我哋唔再喺呢個嘅安舒區底下，我哋能夠可以喺呢啲嘅處境底下聽上帝嘅心意，亦都祈求上帝喺當中改變我哋嘅心，幫我哋喺當中成為一個更加成長、更加好嘅一個跟隨上帝嘅人。呢個係一個恩典，呢個係曠野底下上帝俾我哋嘅恩典，唔係一個嘅咒詛，而係一個變相嘅祝福。雅各係經歷咗上帝咁樣嘅教導之後，或者嗰種嘅承諾之後，佢學到啲咩呢？或者我哋讀下第16節到第22節，我哋一齊讀啊！雅各睡醒了，耶和華真的在這裏，我竟不知道。他就懼怕說：這地方何等可畏！這不是別的，是神的殿，是天的門。雅各清手起來，拿起枕在頭下的石頭，立作柱子，澆油在上面。他給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那地方原先名叫路斯。雅各許願說：神若與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給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回到我父親的家，我就必以耶和華為我的神。我所立為柱子的這塊石頭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賜給我的，我必將1/10獻給你。雅各醒返嚟，佢有啲咩做咗呢？我睇到一樣嘢就係有好，亦都有唔好。呢亦都反映咗人嗰種自私同埋上帝嗰份無私嘅心。特別我哋睇翻雅各一醒嘅時候，佢講咗一番説話。佢話：真係神喺呢度，我竟然唔知道呢個地方係幾咁嘅可畏，唔係其他嘅。呢個係上帝嘅殿，係天嘅門。喺呢個地方裏邊，佢睇到一件事，就係佢感受到上帝嗰種真實嘅同在。可能以往佢係從佢阿爺亞伯拉罕所講翻俾佢聽，上帝係邊個，或者聽佢阿爸以撒所講到呢個上帝係邊個，一切都係從佢阿爸、佢阿爺所聽翻嚟嘅經驗翻嚟，佢從來都冇經驗過。喺呢度，佢真真實實嘅去經歷到上帝同佢一齊，亦都因為咁嘅情況底下，佢識得點樣去回應，佢能夠可以喺當中立嗰個嘅石柱作為一個記號，亦都叫呢個地方做伯特利。伯特利呢個名其實係話神嘅家。喺往後日子裏邊，伯特利就係成為一個嘅敬拜嘅地方。雖然可惜地呢個成為咗以色列呢個嘅北國嘅時候，佢敬拜嘅時候係用一個嘅啲邱壇啊，甚至有偶像喺度。但係當雅各去原先嘅心意，希望呢度成為一個敬拜上帝嘅地方嘅時候，佢真係希望呢度能夠去敬拜上帝。所以呢個係佢喺當中去學到嘅一個事情。佢再唔係一種二手嘅信仰，佢經歷到上帝嘅時候，佢喺當中從心而發嗰種嘅回應，認上帝就係佢嗰位唯一嘅上帝。但係佢亦都有唔好嘅地方。大家如果頭先喺度讀嘅經文嘅時候，佢回應上帝嘅時候係講咗啲咩？佢好斤斤計較。佢話：如果上帝你保佑我點點點，我就必點點點。佢係講明一樣嘢，如果上帝點，我就點。如果係咁嘅情況底下，佢嘅言辭就係有一種嘅條件性。佢有條件咁樣去回應呢個嘅上帝。佢好似明白上帝
嗰種嘅真實，但係同一時間佢亦都唔明白佢應該點樣去回應嘅上帝。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雅各仍然都係未肯定神對佢嗰份嘅愛，佢依然係一種好似交換利益嗰種嘅心態去面對呢位上帝。其實呢個正正就係人嗰種嘅罪嘅心態喺當中。點解咁講呢？我如果睇翻雅各呢種咁嘅有條件嘅祈禱，其實有陣時我哋可能都會有類似嘅出現。我有病，神啊，求你喺當中醫治我，讓我能夠可以好翻，我一定會好好咁樣去跟翻你。又或者係你遇到一啲嘅困難挑戰嘅時候，神啊，求你加力俾我能夠可以渡過呢個嘅艱難，我一定點。可能我哋都會做過呢類型嘅祈禱都唔定。呢個就係人唔多唔少有嘅本性。喺當中，如果我哋睇翻嘅時候，喺以往嘅日子裏邊，特別喺喺創世記裏邊，我哋睇翻即係點解人係犯罪，以致要墮落，以致要死。其實就係亞當夏娃佢做咗一啲佢自己中意做嘅事情，佢唔想讓神成為佢個人生命嘅主嘅時候，佢唔跟從，佢就係咁樣情況底下行咗呢一個嘅犯罪嘅路。所以我哋由上帝創造，但係反而我哋係唔想，即係我哋如果犯罪嘅時候，我哋其實係反而唔想去做上帝期望我哋所做嘅事情。神其實係希望我哋能夠過一啲善嘅事、順服嘅事，但相反，我哋反而就係希望能夠做一啲我哋喜歡嘅事，由我哋自己去決定善惡嘅事，決定我哋靠我自己去行一啲我哋認為係好嘅事。所以到最尾嘅時候，我哋每一個人都只係一個以自我為出發點嘅一個嘅人。咁嘅情況底下，我哋反而就將上帝嗰份嘅恩典隔絕咗。呢個係人罪嘅本色。但係上帝好好，佢唔係因為咁樣情況底下，佢就放棄人。我好深知道嘅就係上帝佢仍然好愛我哋每一個。佢嗰種無條件嘅愛，佢就藉住呢個嘅愛子耶穌基督落到呢個地上面。佢親自咁樣去死喺十字架上面嘅時候，為我哋付清呢個代價。喺經文裏邊，頭先我哋讀過條天梯，講到神嘅使者上去下來，上帝喺當中去向雅各說話。呢一個嘅情景去到新約嘅時候，耶穌去講翻嗰條天梯就係佢自己。所以我哋知道人就可以藉住耶穌基督翻到去上帝嘅身邊。因為我哋唔可以靠自己得救，唯有係耶穌，佢又係神又係人，佢可以將佢個寶血遮蓋我哋嘅罪，以致我哋能夠恢復翻同上帝嗰份美好嘅關係。但係我哋需要做嘅係咩呢？我哋需要就係放棄我哋以自我為中心嗰種嘅生活。當我哋肯翻去上帝身邊，我哋唔再係以自己為做主，唔係以自己嗰種嘅心態喜惡去行每一日嘅時候，我哋就真真正正係跟從上帝。其實呢個好諷刺，人犯罪就係做自己中意做嘅嘢，但係唯有當我哋放低呢啲我哋喜歡中意做嘅嘢嘅時候，我哋就真真正正能夠翻返去上帝嘅身邊。所以我哋要去諗嘅時候，就係話我哋有幾樂意同埋點樣咁冇條件咁去依靠我哋嘅神。如果係嘅時候，我哋希望我哋每一個人都能夠翻返去上帝嘅身邊。去到最後嘅時候，雅各喺伯特利經歷咗呢一啲咁嘅夢境，亦都聽到神對佢呢一份嘅應許，俾佢聽到之後，我哋知道佢未完全學滿師，佢仍然都有一啲地方佢唔足夠，以致咧佢仍然要學習。
但係當佢離開咗伯特利之後，佢繼續行呢條逃亡嘅路，去到佢舅父拉班嘅地方。呢個仍然係佢學習嘅時間。如果我哋睇翻，我諗要等到雅各佢再20年之後，佢翻去再翻去佢自己屋企嘅家庭嘅時候咧，呢個先至真正由一個嘅出曠野翻去佢屋企呢一個嘅過程。喺呢20年裏邊，佢經歷更加嘅多，譬如佢經歷嘅係佢舅父啦，一個比佢更加狡猾嘅人。就係咁樣，又克扣工錢啦，又欺壓佢啦，又呃佢啦，等佢咧要20年裏邊咧，為嘅就係為咗一個老婆。當佢徹徹底底學滿師資嘅時候，翻去呢個地方，佢就係咁樣經歷咗再一次見上帝。而喺嗰次裏邊，佢同上帝摔跤，最終佢嘅大腿窩就係瘸腿咗，亦都因為咁嘅情況底下，上帝亦都賜佢一個嘅名字叫以色列。所以我哋睇翻喺呢個嘅20年嘅處境裏邊，神嘅恩典其實都冇離開過雅各。上帝話我必不離開你嘅時候，佢就係咁樣一路咁樣保守同埋引領佢。弟兄姊妹啊，今日我哋係咪都喺一啲嘅處境底下咧？我哋仍然係咪都未至於一無所有嘅？但可能我哋有啲嘢，我哋永遠都係覺得唔足夠，或者有啲嘢上帝好似要去修整我哋，要去改變我哋。我哋求上帝都係幫助我哋，特別喺今時今日我哋要遇到嘅時候，我哋千祈嘅唔好絕望。喺翻開頭嘅時候講到嗰個嘅冇得上機嗰樣嘢，其實上帝都有恩典喺裏邊。嗰次我最尾係上到機，我最尾係上到機。咁個原因係乜咧？因為我翻去就係為咗要去換 passport 咯。好名正言順同嗰個職員講。咁到講嘅時候，我就話我因為攞住一個係加拿大嗰個嘅證件，所以咧我係可以翻到去裏邊咧就過境嗰陣係唔需要睇嘅，其實搏㗎咋。唔知佢係咪真係佢如果真係堅持你冇一個嘅 valid 嘅 passport 咧，係唔俾你上機，係有可以嘅。但係嗰次佢有恩典，上帝讓佢動了慈心，俾我過咗。我翻到去加拿大嘅時候，應該咁講，喺成程機裏邊坐唔定嘅，食唔安，瞓唔着，因為翻到去加拿大佢真係有可以將我原機送翻去。好煩，但係上帝有恩典，到最尾我係平安落到機，出咗去個閘，見到我屋企人，呢件事就係咁樣過咗。所以有陣時喺曠野裏邊，未必一定係唔好。上帝喺個過程裏邊會去顯示佢自己，俾我哋睇到我哋係冇能力，但係佢有能力。所以我哋一齊都喺個經歷裏邊睇翻呢個係上帝恩典嘅場所，而我哋係需要去揸住上帝俾我哋嘅應許，繼續去行呢條嘅路。唯有我哋唔係以自己為中心，以上帝為中心，我哋就能夠喺呢啲嘅過程裏邊學識點樣去依靠上帝，得到豐盛嘅恩典。讓我哋一齊禱告啊！父，我哋好多謝你，當我哋可能自作聰明，靠住自己嘅手段去做一啲事情嘅時候，可能會將人生搞到一鑊粥咁樣樣。有時會跌去一啲突如其來嘅曠野，我哋一無所有。但神啊，你冇離棄我哋，反而咧，你親自嘅去承諾，甚至賜下恩典，讓我哋能夠去經歷上帝你嗰份嘅真實。主，我哋承認我哋都係一班會靠自己，我哋以自己歡喜嘅事為念，我哋可能都好似雅各一樣。但係主啊，我哋深信，我哋信咗主之後，你嘅聖靈不斷去提醒我哋，讓我哋要行喺你嘅心意當中。主啊，求你幫我哋能夠逐一逐一嘅將呢啲嘅罪挪開，讓我哋逐一嘅係可以見到依靠你嗰份嘅肯定同埋嗰份嘅安心。主啊，我哋今日喺呢個嘅
世代裏邊好多嘅挑戰，好多嘅迷惑，成日引誘我哋去離開你。但求你俾呢個屬靈眼睛，俾我哋睇到主就係咁樣樣，主耶穌就係咁樣樣喺呢條天梯裏邊，佢成為嗰條天梯，讓我哋可以接觸你，亦都讓佢嘅寶血，佢為我哋死，讓我哋能夠經歷嘅係你嘅恩典，我哋永遠都還唔晒，我哋需要一生嘅去當中依靠你，跟隨你。求你俾我哋能夠喺每一刻裏邊都經歷你俾我哋呢份無微不至嘅愛同埋應許，讓我哋甘心樂意去回應你呢份嘅深恩厚愛。我哋嘅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門。而家係奉獻嘅時間。聖經呢對奉獻有以下嘅教訓，喺路加福音第12章咁樣講：因為你嘅財寶喺邊，你嘅心都喺邊度。我哋喺乜嘢地方度使用錢財，代表住我哋嘅心所牽掛嘅地方。讓我哋將心放喺神嘅國度入面，同樣將錢財奉獻俾神。奉獻呢係基督徒嘅權利義務，亦都係我哋嘅操練，屬靈嘅操練。神讓我哋藉住11嘅奉獻去表達對神嘅感恩，亦都參與喺神國度嘅事工。每一位嘅弟兄姊妹甘心樂意嘅奉獻呢，神必係悅納嘅。今日呢有2次嘅獻金，第一次係常費獻金，第二個係教育獻金。參加網上直播嘅弟兄姊妹可以參照周刊嘅說明，使用郵寄支票或者銀行轉賬嘅方式，使神嘅家有糧。請大家起立，我哋為獻金祈禱。厚賜百物嘅恩主，感謝你讓我哋生命一無所缺，滿有你豐盛嘅恩典。而家我哋將呢啲些微嘅金錢獻上，象徵我哋全人嘅奉獻。求你悅納，求你加添智慧，讓我哋將呢啲嘅奉獻妥善運用喺教會各樣嘅聖工上。求你幫助。以上祈禱奉主名求，阿門。跟住落嚟呢，有家事分享嘅時間。今日呢，唔知有冇第一次參加你崇拜嘅新朋友呢？我知道呢，有第一次係喺英國翻嚟嘅朋友嘅，係好歡迎你哋。咁我哋側跟嘅弟兄姊妹都向佢問安啦。跟住落嚟嘅報告，家有一老如何安老係喺8月16號主日嘅下午呢舉行嘅。咁就請大家喺8月9號之前掃描 QR code 去登記報名。咁內容呢關於安老嘅選擇啦、安老嘅服務啦等等嘅安排嘅。咁啊請任何呢有興趣去參加嘅都提早去報名啦。第二項就係默默讀慶典，就定喺8月30號。咁默默讀終於完成咗啦。咁我哋當中有唔少人呢已經完成咗我哋嘅默默讀嘅計劃啦，非常之犀利，2年嘅。咁讀完晒成本聖經啦。咁呢我哋定咗8月30號下晝2點正喺本會嘅禮堂呢，我哋有禮物啦、遊戲啦、分享啦、大合照。咁歡迎每一個呢，即係完成咗計劃嘅，可以着住 T 恤去出席啦。我哋最後有大合照一齊去慶祝啦。若果冇參與計劃嘅，都一樣咁歡迎嘅。當中呢，我哋有答問比賽啦。咁若果未有機會獲得禮物呢，當中我哋有機會喺答問比賽入面呢去奪取呢啲嘅禮物嘅，包括係T 恤雨傘等等。好吸引嘅，請大家去預留時間出席。亦都掃呢個 QR code 啦，或者係撳嗰個嘅報名表呢，去預先去登記啦。首宗隊對象係6到16歲嘅學童同家長，參加喺10月11日嘅聖樂主日崇拜首宗獻奏。截止報名日期呢，就
係咪就嚟截止啦？係啊，7月26號。咁啊，練習日期係以下列出啦。咁啊，希望大家都盡量抽空出席去練習啦。咁啊，演奏日期預留時間啦，就係10月11號嘅。咁若果有興趣去參與呢，就或者了解詳情呢，都去掃描呢個 QR code 去了解啦。今年嘅港九培靈研經大會咧，就會喺8月1到10號進行啦。咁就請到謝霆博士啦、黃國維牧師啦，同埋陳全華牧師喺早午晚入面有好豐富嘅靈命嘅筵席啦。都讓弟兄姊妹都抽空參與啦。咁我哋知道我哋本會嘅敬拜隊咧，都會喺當中去參與。咁我哋禱告去紀念啦，同埋喺當中去支持啦。有牧禱嘅時間。我都想喺呢段時間特別為到有兩個嘅事情去禱告嘅。第一就係嚟緊8月嘅時候咧，柬埔寨短宣隊咧就會去出發。咁佢哋會呢段時間裏邊預備緊好多嘅教材啦，好多嘅遊戲同埋講座需要嘅材料。咁亦都求神喺當中保守各個嘅參與嘅人啦。當中因為咧都係一個親子嘅宣教嘅團體，所以咧有大人同小朋友。咁都希望咧佢哋能夠身體嘅健康，亦都為到佢哋咧去到一個陌生嘅文化裏邊咧，能夠可以投入喺裏面或者係適應喺裏邊。咁所以求神喺當中幫助同埋引領。咁另外亦都會紀念咧，就青少喺下星期5咧，佢哋會有幾日時間喺當中咧做一個嘅夏令營。咁佢哋都喺裏邊求主幫助啦，因為特別喺呢段時間裏邊天氣都反覆希望佢哋喺特別戶外嘅情況底下咧，都有一個好嘅天氣。咁而籌委之間佢哋咧都係應該係初次冇乜經驗喺當中去預備。咁所以咧希望佢哋都能夠有好好嘅溝通，都讓所有嘅工作咧能夠順利完成。而最緊要希望一班嘅年青人最尾咧係喺呢個營會裏邊咧能夠去經歷上帝，學習到上帝要佢哋學嘅功課。我哋一齊低頭禱告啊！慈悲嘅父，我哋都喺你面前求你當中去保守引領特別係喺一班嘅青少，佢哋下星期5會進入去呢個嘅夏令營裏邊。我哋求神你都為佢預備一個嘅心，讓佢哋喺當中能夠去學習同埋認識，同埋同佢身邊嘅人咧有更加好嗰種嘅關係。我與主啊，你提咗當中咧去保守帶領佢哋喺整個嘅營會裏邊都有平安啦，亦都喺一啲嘅戶外活動裏邊咧有好嘅天氣能夠配合。亦都求你喺當中保守一班嘅籌委同一班嘅導師，佢哋喺當中嗰種嘅合拍，佢哋當中嘅溝通，都讓我哋喺整個嘅所預備嘅內容裏邊咧都能夠順利咁當中去完成。原來就係當中去保守引領。我亦都紀念到喺柬埔寨嘅短宣隊，佢哋喺當中會準備去出發。而家佢哋都係預備緊好多嘅材料同埋啲文件喺裏邊。願你都喺當中去保守引領，讓佢哋所預備嘅都能夠係一一嘅能夠應用喺佢哋去到當地嘅環境裏邊。亦都求你俾佢哋能夠喺當中適應文化嘅習俗咯。能夠有好嘅口才，能夠去同人哋當地嘅人咧分享信仰，亦都求你保守帶領佢哋平安健康，讓佢哋大小各人都能夠喺當中經歷上帝恩典多而又多。我哋多謝你俾我哋有機會去為佢哋去禱告，我哋禱告交託，奉主耶穌基督得聖名字祈求，阿門。好，讓我哋最後一齊起立啦，接受從神而嚟嘅差遣同埋祝福。但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保守引領交通，常與你哋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門。各位清楚今日嘅崇拜去到呢度完咗，大家可以默禱之後可以散會。今日嘅崇拜，願主喺當中祝福大家。